来自义乌也不要紧，他吹过尼罗河上的风。网友在埃及旅游，坐在轮船上吃早餐时，注意到窗外有2个人一起在扒拉绳子。起初他还担心是海盗，但环顾一圈，发现周围人没有任何异样。网友带着好奇心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是2个卖披肩的小贩，他们也不大声吆喝，只隔着玻璃热情地把不同的披肩举起来，耐心地展示给别人看。网友和伙伴忍不住冲到甲板上，提醒他们注意安全。听到网友说 I'm from China, yes. China. Yes. 他们更加卖力地展示披肩，甚至怕离得太远看不清，尽力从下面抛了一条上去。尽管这样的距离，玩具团不付钱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尽管网友一直在说 No. 最后抵不住热情和内心的共情，网友还是买了一条。贵一点又怎么样呢？国内制造又怎么样呢？每看到就会想起世界另一边的人们，从此不会有人和他有一样的摊子了。打开评论区，发现好多人共鸣，人总会为了情绪价值和那一瞬间的感觉买单，很值得。至此，这就已经是全世界仅此一条的围巾了。